你哋係咪都會覺得拔罐之後個印越紫係咪越好？當然唔係，罐印越紫唔代表越有效。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，今日就同大家一次過拆解中醫3種罐療法，等你分得清清楚楚。罐印嘅顏色深淺，其實反映緊你局部嘅氣血狀態，而唔係治療效果嘅指標。淺紅或者粉紅色嘅罐印，代表你氣血尚算可以，只係有輕微瘀滯。如果係紫紅或者暗紫色，就代表淤血比較嚴重，屬於氣滯血瘀嘅表現。鮮紅色或者豔紅色就可能係體內有熱，濕熱內蘊。但如果罐印係灰白色咧，甚至幾乎冇顏色嘅話咧，反而代表你嘅氣血不足或者寒濕較重。有時候罐印上面仲會出現水泡，呢個就代表濕氣比較重啦。所以罐印越紫，只係代表你局部瘀滯比較嚴重，並唔代表治療效果越好。如果你本身氣血唔夠，拔罐之後個印反而會好淺，甚至冇咩色。但呢個唔代表冇效，只係你身體嘅反應唔同。搞清楚罐印嘅意義之後，我哋正式拆解中醫3種罐療法嘅分別。第一種係最常見嘅拔罐，又稱為瘻罐。呢種方法主要針對局部痛點，適合寒濕引起嘅肌肉緊繃同腰背僵硬。第二種係走罐，又稱為滑罐。做法係將罐具吸附之後，沿住經絡方向來回滑動。呢種方法嘅刺激範圍比瘻罐更大，適合大範圍嘅筋膜黏連，例如成個背脊僵硬嗰種情況。第三種係刺絡拔罐，亦即係坊間所講嘅放血。做法係喺局部輕輕點刺，然後再拔罐，利用負壓將裡面嘅淤血同痰濁抽吸出嚟。呢種方法嘅強度係3者之中最高，適合富貴包、陳年舊患或者一般拔罐清唔走嘅頑固瘀滯。之前處理過一個典型嘅上班低頭族患者，每日對住電腦超過10個鐘，佢嚟嘅時候唔單止肩頸同腰背痛，頸後仲開始形成咗一個富貴包。檢查之後發現富貴包開始壓迫到頸椎神經，影響大腦供血，所以先會引發偏頭痛。處理呢個個案嘅時候，採用咗混合式治療法。首先用傳統徒手手法理筋通絡，放鬆頸後同肩背嘅緊繃筋膜，然後再配合3罐療法，包括咗閃罐、走罐同埋針對富貴包嘅刺絡拔罐。刺絡拔罐抽出嚟嘅血嘅顏色偏黑偏暗，正正就係積聚喺富貴包入面多年嘅瘀滯。清走呢啲垃圾之後，患者會即時覺得成條頸鬆晒，偏頭痛嘅情況亦都明顯改善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